好多港澳朋友同我講，中山揾筍盤，剛需嫌細，改善嫌逼，想住別墅又太貴。今日同大家打破誤區，唔使捱高價，唔使妥協戶型。旗江新城呢個超級大盤，99方做4房，116方做5房，仲有全城絕版有天有地嘅疊墅，性價比直接封神。歡迎各位老友記睇我中山探盤。今日帶大家實地深度測評一下星辰君悦灣。近期想入手中山自住、度假、保值嘅朋友，呢條片一定要收藏。首先講最核心嘅，呢個盤係中山城區規模最大，唯一純低密度、純住宅大城，唔係嗰種商住混雜，樓下全部商鋪、嘈冤巴閉嘅小區，圍合式高層洋房加純疊墅嘅設計，真正做到出則繁華，入則寧靜。地段方面，穩穩紮根旗江新城主城心，屬於中山重點發展嘅核心板塊，多條主幹道交匯，無論係返港澳、落石岐、去東區都好方便，真正做到一步城心繁華，一步靜味人居。我知港澳朋友最緊要就係生活配套夠晒便利，唔想住荒郊野嶺。首先重要嘅商業，山姆會員店已經響2025年9月10號正式開業，開車幾分鐘就開到，日常買餸啊、買進口貨品、置辦生活用品完全唔使愁。仲有休閒玩樂配套，2025年12月28日開園嘅奇遇時光樂園，週末帶小朋友、屋企人散步遊玩。足不出片區就有休閒去處。教育方面絕對係剛需福音啊！小區學區劃分省一級公立港口中心小學，正統公立名校學位，師資穩定，口碑靠譜。港澳家庭帶細路返中山讀書，完全夠晒體面夠用，唔使糾結擇校問題。3公里範圍內，醫療、市場、交通全部配齊，日常起居、老人養老、細路哥讀書，所有生活需求一站式搞掂。呢個成熟度對比周邊新盤真係贏太多。講完配套，我哋直接睇戶型。首先係剛需、新婚、小家庭都啱嘅99方。大家記住，呢個唔係普通嘅3房，係實打實2+2創意4房。重點賣點講清楚。贈送面積高達29.25個方，實用率突破108%。市面上99方普遍都係做到3房，甚至得2房半。呢個盤直接連納同級，小面積解鎖4房，性價比直接拉滿。入到客廳，第一感覺就係舒服，採用港式大橫廳設計，唔係嗰種細長嘅樹廳壓抑格局。成個客餐廳開間夠晒闊。全屋南向，大面採光，自然光直接鋪滿成個廳，日頭完全唔使開燈，比較通透，住起身唔會咁壓抑。你平時坐喺梳化睇電視，同屋企人傾偈飲茶休閒，視野望出去都無遮擋，樓距夠晒闊，望出去就係社區園林景色，唔會望到鄰居。朋友上門飲啖茶，呢個大廳絕對夠晒體面。廚房係居家最實用嘅設計，正宗 U 型廚房佈局，洗、切、煮、炒、裝一條龍動線，超級流暢，唔會逼傑，轉身都難。而且廚房同生活陽台一體化，採光通風超好。煮完飯啲油煙快速散走，唔會積油煙，唔會焗滯。最正嘅係佢百變空間。2+2房設計，拆改空間超大，新婚2人世界，開留超大客廳，休閒飲茶，隨時改出4間獨立房，老人房、兒童房、書房、儲物間，樣樣齊全。99方做到呢個空間效果，剛需上車，一步到位，完全冇問題。如果係屋企人多，追求舒適改善，想一步到位唔換房，一定要睇呢個116方。片區入邊100方以上普遍只做到3房，
唯獨呢個盤116方直接做5房，真正嘅改善天花板。贈送面積達到34.15個方，實用率同樣超108%。對比周邊同面積地段戶型，直接多一間房，多一份空間，性價比直接吊打競品。最驚豔嘅就係呢個7米超長南向大陽台，客餐廳一體連通陽台，成個活動空間超級開闊。平時喺陽台養花、飲茶、健身、曬衫，視野無遮擋，俯瞰成個社區高爾夫立體園林。日日開窗都係靚景，通風採光一流。南方潮濕天氣都唔怕屋企翳熱發毛。餐廚空間超級靈活，擺脫普通單排廚房嘅局限。U 型廚房實用性拉滿，仲可以自由改造中西雙廚加西式島台，餐台一體設計。平時一家人聚餐、朋友聚會，空間足夠闊落，社交氛圍直接拉滿。戶型做到完美動靜分區，客餐廳、廚房係公共活動區，3間房加多功能房係私密休息區。平時客廳熱鬧，細佬哥喺度玩，完全唔會影響房間休息。老人家、小朋友瞓覺超安靜。3個小朋友屋企3代同堂，5間房完全可以合理分配，每個人都有獨立嘅私人空間，唔會逼仄。講完高層洋房，重頭戲嚟啦！呢個盤最稀缺，成個旗江新城甚至中山片區唯一在售一手疊墅產品，上低成本體驗有天有地別墅生活，呢個係絕版嘅選擇，錯過不再有。呢個132方嘅疊墅分上疊同下疊，同樣超高實用率，對比市面普遍4代住宅，優勢大到離譜。普通4代住宅係高層懸空露台，風大暴曬難打理，使用率低。而我哋呢個純疊墅，獨門獨戶，分層而居，密度更低，圈層更純粹，價格仲持平，甚至平過4代宅。但係真正擁有別墅級居住質感。首先係接地氣嘅下疊，超級適合有老人家嘅家庭。首層一個大花園，仲有客廳、餐廳、廚房、陽台、生活主場全部喺1樓。老人家日常起居出入完全唔使行樓梯，零負擔，上下休息起居完全互不干擾。2層係專屬起居主場，主打私密休閒，超大主臥套間，連通次臥，空間完全冇多餘嘅承重梁柱，隨心改造書房、工作室、兒童房、衣帽間。平時主人、小朋友住2樓，私密性拉滿，會客休閒係1樓，生活層次分明，高端人居質感即刻出晒嚟。追求浪漫、思享、高端社交嘅，直接揀上疊，獨門獨戶，電梯直達，上落完全獨立，私密性一絕，仲包括埋而家我哋所在嘅一個花園，有成80方左右。嚟到上疊嘅首層係一個主客廳，超大嘅空中露台，日間俯瞰成個小區園林，夜晚可以攬盡星空夜景。平時同朋友燒烤、飲茶、品酒、食飯、親子玩樂，都擁有自己空中私園。嚟到上疊嘅2層係靜謐嘅休息區，無界私域設計，主人房連通次臥，可以自由改造嘅佈局，輕奢人居，舒適睡眠環繞，完全唔受外界嘅打擾。嚟到主人房係一個大套間，有獨立嘅衣帽間、獨立嘅衛生間，加超大嘅主人房活動空間。最精華嘅係5樓全贈送屋頂花園，成個空中花園完全係你專屬，種花種草，搭建休閒區、儲物區都得，真正做到有天有地。呢種體驗係普通高層4代住宅永遠比唔上嘅。
最後同大家講重點，而家宅地政策嚴控，低密純疊稅係不可再生稀缺產品，越賣越少。對比泛濫嘅4代住宅，純疊稅圈層更加純粹，居住私密性更強，維護成本更低。無論自住舒適度定係後期二手房保值流通，都完成市面絕大多數嘅改善產品。低成本入手誠心別墅，呢個係中山最優解。總結返，星辰君悅灣3大王牌產品覆蓋所有人群。剛需上車揀99個方嘅4房，細面積高贈送，一步到位。家庭改善揀116方5房，多小朋友3代同堂，零壓力。追求品質保值自住，直接衝絕版132方疊稅，有天有地，誠心稀缺產品。地處旗江新城核心，省級學位，山姆商圈，遊樂配套全部兌現，低密度純住大城，入靜出繁。無論你係港澳返中山自住、養老、度假，定係穩健資產保值，呢個盤都係現階段高性價比首選。想要完整戶型圖、總價報價、港澳專屬睇房優惠，或者想預約實地專車睇樓，直接私信我，免費對接專屬服務，帶你避開樓市嘅坑，揀最合適自己嘅心水好房。